你怎么了？服下里面的药丸，运转真气半个时辰，弹指醉的毒就解了，然后立刻上路去雷家。萧瑟！诺剑仙这一剑杀意很重啊。不错，我确实想杀了你。为何？你既然知道我是谁，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太蠢了？是了，动手不留余地，杀人不问是非。诺剑仙杀人，从来都不是一件需要理由的事。非要说理由的话，因为你是叶鼎之的儿子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，就是没和你老爹交手。所以就来欺负我这个儿子，这不是长辈所为吧？所以就想杀了你，解一解心中的气。前辈，你想杀我可不容易。哦，怎么不容易？因为我会跑。虞姬，快跑啊！这家伙我们搞不定的。跑！哼！第二剑，怒剑斩！不要回头！无法无相功，这就是当年叶鼎之所用的功夫吗？好，前辈谬赞了，还不够好，下次会更好。有趣的小和尚。